若甲拄咯，我就互你来军医院做我的骹手啦。若是拄袂落，我军医院嘛无需要你这种无路用的骹手。感情是拖磨，相思是牵挂，万事扰乱我，世情看袂破。是啊，我讲你，我讲你，你讲你，是啊，甲遐人拖开。今仔这只狗是我饲的，若无我的稳准，啥物人拢免甲伊卡着，甲带转去军医院。这个人曲角的啊，较早叫伊抬一只鸡，伊都抬袂落去啊。即摆抬家己的某囝，抬到这样啊摔拍，姐啊，这条我绝对替你讨得啊。囡仔，你若是无相当的决心，这道会绝对渡袂落去。你敢知影伊的心？比我的刀伤搁较疼，我看伊的眼神，我感觉我完完全全是伊的某囝。以后，伊若生，我就对伊生；伊若死，我对伊死。我知影即摆想要做啥物，阿班。你去替我办一件代志。启禀出啊！皇帝交代斩贪官的代志已经任务完成啊！迄贪官无啥，迄李人才是大歹人。你哦，敢若斩贪官，要遐掠歹人，算啥物好官？自古以来哦，好官拢着官变死啦！好官，哎呦，人迄李人做歹人，当做到遮招运，通感仔人大大细细拢讲伊是歹人，这无简单呢。才会甲学落呢。啊，像这款人哦，咱一路莫去甲卡着啦。迄若甲卡着哦，毋是我名誉，就是伊造反啦。春啊，好官歹官不清在，上重要4字，安全第一啦。即摆伫咧朝廷做官哦，拢是你这款想法啦，食便领钱，干遐闪代志，袂晓做代志。对，你讲咧就对啊。人迄职业啊做官的人，就迄种心态。我这兼的呢，我这临时工啊呢。我都毋是做信用的个。哎呀，你今日变成安尼，拢是我唔好啦。就是我平常时哦伤挺身，你毋才会安尼。啊，毋过若安尼继续落去，咱是啥物时阵才会当做一番有为事业、留名千古咧？啊，讲嘛一句，哎呦，春啊，你嘛想看卖，咱即摆头家是皇帝呢，咱要交代嘛是甲皇帝交代，对无？啊，要甲皇帝交代，咱要交代好诶，免交代歹诶。所以哦，你着爱像我安尼坐落去，笔甲举起来，写一封万言书给皇帝。你甲讲，讲你那兄弟甘仔人哦，斩贪官斩甲足色派。你那兄弟甘仔人是人人敬仰的大英雄。你那兄弟要创造一番有为事业，留名千古啊！干那吼，迄歹人李人的代志，一字都免写，知无？哎呀，我较早拢毋知你是这款人嘞，原来你的想法拢甲我同款。春啊，你愈来愈够水呢！春啊，我安尼你后壁搁注明一条，讲
讲哦，恁阿兄30外无地娶，爱水莲佫唔肯嫁我，拜托皇帝哦下一道圣旨，封水莲做钦差夫人，拜托拜托啦。哎呦，我甲你讲正经代志，就咧咚咚咚，弄苦弄落，即摆是外口是咧闹着啥啊？新明生哦。哎呀，迄毋是人新明生，迄是哦人结果心冤。迄奇怪，你感觉咱这人咧遮济冤通啊信呐？我咧官府领无遐济代志插遮济，哎呦，我真正是命运坎坷咯。心冤，专家要心冤呢。啊！先等，先等。你头啊，唔得，咱举起来我看者。哎，你这人看起来可以啊，无代无志，要来麻烦本金车，拜托的，我唔是食鸡啊呢，我这兼要做临时的呢。哎呦，你若有迄像迄牛条底搭牛某迄啊，迄小可代志家己处理就好啊啦，莫来麻烦我啦。啊，你唔当想讲哦，迄恁百姓有冤枉，阮做官嘛，阮的压力呢。哎呦，无代志哦，无代志退堂。无哦，大姨啦，我连讲都还袂讲，你连问嘛还袂问的啊，安尼就要退堂哦？敢讲真正像人讲的呢？大官大贪，啊小官小贪，啊若阮这款善家的百姓，真正拄到冤枉的时阵，唔就无法度找人做主。你故意人讲话唔就唔通较咸。像我只讲无贪钱的官哦，已经足少啊呢。你无听人伫讲，迄小哥哥甲倾家荡产的足济了，迄钱拢会贪官食了了呢。我甲你讲啦，凡事哦以和为贵，知无？哎呀，有熟识啦。有熟识哦，迄有熟识就无共款啦。照你讲，你要告啥？如果你有天大的冤枉哦，我甲天嘛要变起来。来讲，我要告蔡金啦。蔡金哦。咱借问者，这蔡金是你的社主呢？啊，你算也是伊的好仔了。啊，你好仔够老大，你这是无江湖道义呢？本钦差同车都无江湖道义的人，来人啊！拍十个大板！好啦，冤枉啦，冤枉啊！大姨啦，真正无道义的人哦，是蔡金啦。官子啊，我原来对蔡金有因啦，想袂到讲蔡金为着要投靠李南，伊竟然恩将仇报。甲阮姐刣着伤啊！这款代志，你官府难办，敢讲阮家己传的，家己来输赢了啦？安尼嘛袂歹啊！啊，恁就家己去输赢哦，啊拍牌，再来甲我通知，我再来掠人，安尼嘛较省费气。蔡金甲吴元娘，因是阿某，啊，若是讲因阿某姓何，只是家务事。人咧讲吼，千寡难断家务事啦。大姨啦，这条代志吼，即摆街头巷尾的人。大家都咧议论纷纷啊！大家拢替阮姐咧打抱不平啊！即摆已经毋是家务事啊，是民怨呢。啊，是民怨哦。这个嘛，我问你，蔡金即摆人伫倒位？伫军医院啊。军医院？来人啊！来，去军医院甲蔡金抓来，互本官问看卖啊一个。是。连长，有啥物烦恼？高万去告官，告你甲因儿子刣着伤。即马官府的人派人要甲你调转去，这我拢共款，有钱判生，无钱判死。放心，这条钱我会替你开。阿某，连长，你陪蔡金行一逝，你甲遐个官讲，下到唔就爱看主人，看伊要爱偌济，就互因开出。去。是。蔡金，这样。阿坤，连长，你替我去长山走一撮。这张字条顶头有人名甲住所，
你若是找到迄个人，就甲这张票交互伊，随伊甲伊带倒来台湾。是，连总。钦差要审理啦，即马就换你啦来审钦差。嘿嘿，蔡金啊，咱请教者，你即马是犯着杀人未遂兼重伤害呢？啊，你见着本官免跪哦。大人，你知影百姓安怎看官好无？公家大门不离开，散食百姓无入来。做官审案为钱财，无钱判死是应该。大人，即款衙门，你讲百姓敢过得落去？你嘛你无意思，迄是讲贪官我清官呢。好啦好啦，你徛讲就好啊。是讲这个吴元娘是你的看守呢，啊你是甲刣安怎？若讲红婆，床头拍床尾和，啊你用甲刣，你有较恶尽呢？这是家务事。敢讲即马官府连家务事嘛有伫咧办是无？我是知影吼，迄插人阿某的代志会衰啦，啊我嘛真无爱办。啊，即马是你的妻舅要告你呢，而且伊佫讲哦，即件代志街头巷尾安尼议论纷纷啦。蔡囡啊，你要刣某，你嘛偷偷去刣，啊刣到厝面头尾，大家都知，哦，你足出名的呢。即马即件代志我若无办，后摆做翁的人，大家嘛敢刣某。广告，伊算你的姐夫啦，啊你算伊的舅啊，恁亲情。无安尼啦，我甲判伊哦，拍20个大板。啊，交代一下，意思，你看啥款？大人，你做主了。安尼好。来啊！来！将蔡金拍20个大板。是。还车。大人，阮恩主有交代，请大人拍狗就爱看厝人。今仔日。吴元娘只是受伤而已，爱偌济钱，阮军演愿意赔偿。人讲拍狗看主人，迄是因为即只狗有人饲，啊，即个主人的品行也不如迄只狗。即款的主人，本钦差不看也罢。来人啊！来，将蔡金拍20个大板。你啊男哩啊！你食本官真够呢哈！我是甲你配会好势啊！你的地盘做你的哥啊！这阮头家皇帝的地盘，你也敢来遮耀武扬威？你看我无去不要紧啦，我是无可能哦，甲迄狗的主人计较。你若伤害着阮头家皇帝的面子哦，钦差大人，伫感冒人这个所在，冤家相拍的代志是真事实。就算讲刣到大康细利，嘛免大惊小怪。以后这款代志，拢是阮遮的做头人伫咧办解。若无到出人命的地步，根本就无法度成案。吴元娘受伤的代志，我军议院愿意甲服药。啊，若是蔡金，我愿意用钱甲补。我安尼是咧替官府省事。钦差大人。我安尼做敢有啥物唔对？这个嘛，好。虽然本官看你足刺擦的，不过即摆你言者有理，本官勉强接受。即摆我拍狗就看主人，啊后摆的我安尼吼，我教主人做伙拍，退场。钦差大人，慢请退场。小事，咱拢已经处理好势啊。敢袂使来讲一个大事？今仔日是有人结果申冤，我才来上班的呢。等你这个人遮恶，有啥物冤枉啊？大事哦，另讲再讲。退场。是。蔡兄，以后路途路尾，你甲我较细。
靠近。我你啊，你想，我敢信你的。连主，头人你咧做，信会到信袂到不清在。我错紧是甜的伫咧倒，倒你一个敢，也是唔敢。我是鸟，你是鸟鼠。鸟若掠着鸟鼠，就一直甲凝治，凝治到到本，就会甲拆折落绑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连主交代，请。你点个小等下，我要请连主说。批内底已经写甲真清楚啊！你来台湾，敢若有两条路互你行，一条是生，一条是死，有觉悟无？好，我真久无遐尼欢喜啊！我著先介绍一个高手，互你熟悉一下。从见面是来小吹，也是要讲代志。伊要吹的人是我。你莫插手。单飞的命3个月了后要治，想都无法度教我唱。伊是我专工为登山请来伺候你的，今仔日就先互你熟悉一下。单飞，虽然讲你是天公仔囝，天公无我就报。你家己较细腻的，你的命是我的。你啊啦，哇，你哪只罕行哈？这人是天生。
所徛这个李啊人，你是毋是良心发现要来自首啊？钦差大人，顶遍你伫我的地盘审理人，今仔日我专工来报答你，伫恁头家皇帝的地盘，你若要来审钦差。完啦！哎，李啊人，你是凭倒一条要来审我这钦差哈？毋是一条，是两条。好，今日你这个歹人啦，有才调压倒我这个好钦差哦，莫讲2条啦，10条我来应你讲。第一条，遐个白部犯抬死案就喊你，是安怎钦差大人，你拢来处理？阮头家皇帝派我来是要斩贪官呢，啊贪官我就斩啊，是恁家己要去法律甲抬，我头恁有法度啊？钦差大人，你无法度，我有法度。遐个白部犯若无甲扫白，山顶遐个樟脑、山地、水路啊，咱是要安怎开采？朝廷是要安怎增加税收？这个嘛，但你是捌啥？迄朝廷当然嘛希望增加税收，不过这才用参详的啊，他就一定要派兵去杀人。阮头家皇帝有甲咱讲一句话，一上希望哦，四海升平啊。第二条，单非先权结党，伫阿里赛开垦，根本就无经过官府的许可，这种犯罪行为是安怎钦差大人，你都无制止？你啊男你啊，其实你告单你是告假的嘛，你是咧孝顺阿里赛地地对无？迄地地若你摕着，你就当去贷款啊，对无？贷款啊了后，你就当抢山顶迄物件，对无？钦差大人，你讲的拢对，官府要增加税收这也对，是讲恁头家皇帝，伊较介意税金，也是较介意白部犯。你一声唔听，两声唔做，朝廷派来钦差若拢唔做，我身为感觉人的头人，我一点一滴会替你办到死死死死。退等。啊，春啊，迄查某囡仔人莫见过世面，迄都无啥哩。咱斩贪官则较水贵，皇帝甲咱学到这应该嘛，你都毋捌欢喜甲讲，面通都摕袂好势，啊，你笑死人啊！恁头家皇帝伊讲要甲水莲匹配我对无？日仔有选好无？啊，当时囝带哈。有人吼去你头家皇帝遐参照一本啊，讲你做官糊涂。这个人敖讲哦，啊，你若遐本来就互你糊涂做官对无？啊，做官当然嘛互你糊涂。这个人讲话实在袂歹。哎呀，皇帝吼，甲介意听白菜话尔啦，就像我写迄万言书共款。啊，伊若听到实话吼，伊就会足生气的啦。迄毋较简单，你著搁写一封万言书甲讲皇帝，阮阿兄吼，讲叫你性地莫遐歹，无有一天会逼大条筋哦。讲我足关心你的啦。恁头家交代啦，汉人吼去互反台，你若无办法哦，就办你。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我足歹听的，像我这种歹命查某，你着请救我，是安怎？你唔叫你家己？你是一个好人，好人若是留喺阿南的身躯边，无一个有好下场，
我无想要看到你甲其他的好人同款。我的歹命是因为我遐幸博，这是天注定的，我无怨叹。甲我上铁底的人是阿人，迄是我家己做得来的，是我戆，是我袂晓看人。蔡社主，你甲我无共款，你做过头人，你看过的人多，你看过的世面嘛多，你应该袂相信阿人才对啊！算我求你，你紧离开这好无？无得卡，你有啥物讲袂出嘴的苦衷？我拜托你，你甲我讲，看有啥物代志，我甲你斗相共。你若有心想要斗骹手，请你以后莫过来相找。是我较早袂晓想，即马才咧唔正样。咱两个阁有啥物话通讲？无啊啦，有人甲我考劝，我若甲你还阁有话讲，就表示我对你还袂死心，所以咱两个无话通讲啊，永远拢无话通讲啊。安尼，你对我完全死心啊！你过来找我要创啥？你应该真了解我的个性，我袂凊彩同情别人。同情，这个情为你的嘴讲出来，哪会互人感觉足凄凉的？恁这个无知识的查某人就是安尼，永远为着别人对恁的无情，到底还想袂开。凄凉，我著甲你讲，啥物是凄凉。当我统领柑仔兰迄一天，我真欢喜。我行过的街道、土地，我目睭所看的，拢是我的。结果，无甲半个人甲我斗欢喜，心内欢喜，唔知要找谁讲。我的目屎，安尼流落来，我感觉到我的目屎是冷的，嘿，就是真正的凄凉。我即马才知影，你是安怎唔肯去同情别人？那是因为你家己唔那可怜，你实在足悲哀的。你唔知要安怎对待别人，你甚至无才调面对你家己。哇啦！把感情所有一切拢放弃，做以前大家拢熟悉、大家拢疼惜的阿南啊！
你根本就无了解我。伊才迄下啦，死，永远死啊！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无公平，所有的轻视，活我甲逼死！你根本就无了解我，你在何必？奇怪，我想出来跟你讲啊这话，不是已经无回头讲？你若真正要收留蔡社主，准我求你，好好对待伊。你叫我去害伊，你转头救我，我欠伊一个足大的人情。这个人情是为着你才欠的。咱看咱无话讲，我拄则讲的，你应该当了解。了解，我当然嘛了解。是你无了解，你干嘛来？无啥物代志我做袂到。不过有人开嘴救我，我啥物代志拢有承担。我会甲你比，一直甲折磨，这一切拢是你造成。番娘姐啊，啉茶啦。阿辉，啉茶啦。来，去食。哎呦，兄妹啊，大家搁这搞咧数咧通茶我啉，感恩啦。就是讲，我就家己要啉的啦。我这个人是无爱见官，不管你今日找我来有啥物贵事，我是袂替官府做代志。钦差大人，讲一句无客气的话，你这个钦差若是要住喺长山，无定当加做几年啊？若是伫遮，所有代志拢嘛是阮老百姓家己处理。你若是欠所费吼，真歹势。即摆大厦我无法度。哎呦，但阮头家名声偌大呢，老叫皇帝了。迄伊的钱是踢倒假，空钱都卖大班啊。其实吼，我今日拜托恁两位来，是要甲恁参详一件代志啊。因为这件代志真正足大条的，我的头你要刷位啊呢？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我今日拜托恁两位来，是要甲恁参详一件代志啊。因为这件代志真正足大条的，我的头你要刷位啊呢？简单讲哦，就是头家皇帝要甲抬头。迄是恁做官人的代志，阮做百姓，除了缴税以外，敢有能力通甲恁斗相共性？伟哥，啊讲话讲汉硬，敢若足生疏的咧。啊，我是知影哦，你有娶一个番仔公主做某啦。啊，你算甲番仔哦，算亲戚关系，甲因较熟啊。啊，皇帝最近知影吼，有汉人去番仔甲抬啦。啊，叫我去抬番仔来赌，啊是讲甲你请教一下，迄番仔要哪抬哈？讲起来，这样被部族的人实在真委屈。甘仔兰所有的田园甲厝地本来就是因的，自从咱汉人来以后，用抢、用骗的、用拐，因为着生活，才会搬喺山顶。今仔日会甲汉人发生冲突，这个原因毋是真单纯。皇帝哪会无问清楚，话抬就抬，无
不怪伊的骂咱是白人。若是讲到因遮番仔是足够修正的呢，你想要派兵对付伊？恐惊你会食着惊哦。哎呦，是坦白啦，关娘子啊！当我做这个官，就做甲艰苦一关，我这就行诶。啊，敢带兵去烧台，唔敢啦！我偌无胆力咧，迄敢若讲要杀只鸡哦，迄暗管仔甲撒起来，敢若要追落，追3工啊，迄只鸡啊，搁伫遐我唔敢杀人啦。我是讲哦，拜托恁哦，甲斗想一个办法者，啊，看有迄落一面抹饼3面光诶，啊，有阮头家迄皇帝有交代，啊，有遐番仔甲刣遐汉人有交代，啊，有遐刣汉人遐番仔嘛有交代，安尼就圆满啊啦。是讲我听起来，哪会感觉怪怪？即摆汉番冲突的消息，哪会遮尔紧就传到惊啥？哎呦，讲到这哦，天就黑一片啊！孙啊，这条你讲嘴大。这吼拢是你人压出来啦。讲啥物汉人去互番仔刣，迄根本就是借口。其实哦，伊是笑是山顶的水路青顶，啊，搁有上路啦。北部组的人是真硬气，恁若硬要派兵，恐惊因会造反。无啦，我都甲你讲过，我无爱派兵你咧，你哦，搁想看别的部署无啦？因遮番仔有一个风俗，因对着山顶一草一木，拢当作有灵地。假使讲你若真想要去开采遐上路甲厝顶，因一定会反抗。到时阵汉番若起冲突，甘仔咱人的日子就歹过啊！哎呦，恁讲的山顶的物件，我无熟悉啊，啊，我嘛无爱迄，我是拜托恁两位哦，甲想一个迄3面光的办法无啦？北部组的人是真好讲话啦，只要派一个因信得过的人去，啥物代志拢好参详。对！哎呦，安尼哦，这个人就是你，你甲番仔算亲情咧，啊，你对因较熟哦，拜托，这条互你处理者啦。自从虎爸公主过身了后，因对我吼是真袂谅解啦，恐惊我的话因嘛听袂落去。原来姐啊，我自从来甘仔兰哦，就听人讲你做人哦好外善良咧，啊外有人缘咧，啊哦拢会帮助外地人。我算外地嘛，啊你在地，拜托的啦，我养者这条代志哦，你替我走一逝好无？较早像晚霞咧开垦的时阵，都定定甲遐番仔起冲突。你即摆要叫我去哦？我惊我若还袂开喙，就发生代志啊！啊，我这些病啊，我，春啊，这代志是要安怎处理啊？啊，拜托因两个来啊，无法度，我惨啊我！拜托恁两位，恁甲我讲番仔上尊重什么款人？唔惊死的勇士啦。阿辉，拜托，快去，帮我当我来听啦。恁那遐是朝廷的大钦差，敢着爱阮这小辈是去保护什？就是因为这本册啦。玉春姑娘，我单位是江湖人，无读册嘛捌字。敢讲这本册内面有写讲阮有责任爱保护钦差大人是？若是这件就唔免拜托啊，就是我只有这本册吼，甲阮阿兄装做一个勇士啦。他伊爱做勇士，我嘛无办法主动啊。问题是，我甲伊装做一个去送死的勇士啦。是安怎讲？啊，我都下唔着呀，煞叫伊举一支正反啊。什么？牙正反？你是要去甲人拼生死的呢？好吧，有人爱挑战。
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。白卡死哪里啦？哎呦，这白去就是要创啥？他们要打放偌久？这久一个搞，赶快用白去吃。哟，喂，你用白偌久啊？喂，啊，但你这个人话无认真味，啊，甲你喂遐久啊，游遐久啊，因也唔应。我去走！再会啦，心爱的人，伤心人伤心的歌，为你来弹出咱两人最后。